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今日开始做国产的高端疫苗啊，总统蔡英文也做头一个。另外做高端了后，目前有3个人出现小可不爽快情形。有查到越南走私带有非洲猪这肉品入境，也烦恼讲这寡肉品走入去市场，各县市的政府也拢等来稽查。委员会公布，德鲁古自强和败北意外调查报告，认定代替有6大欠点需要改进。伫咧今仔日开始做一个国产的高端疫苗咯，而且总统蔡英文早起7点半就去做头一个。蔡总统也讲做起来是无啥物款的感觉。另外，今仔日伫台北中间的大型疫苗注射站报道率差不多有99成。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今仔日有3个民众做过高端疫苗了后，出现小可无爽快情形。也呼吁民众讲，若准有慢性病或者是状况无稳定的，拢会当先暂车莫去做疫苗。第6轮疫苗开始做，由国产高端疫苗接力。总统蔡英文透早就先完成做疫苗。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全台拢总有60万人有约做疫苗。第一天早起，注射报道率大约9成，不少民众讲对国产疫苗有信心。请问是打第一剂高端吗？对 ，A剂的致死率是偏高，那莫德纳是它的1/10，就是高端的整个那个进行的结果，它是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产疫苗。有人讲因为安全相关，最后选择高端，也不团圆传出有3个人出现异状。其中一名26岁女性疑似昏针，住院昏倒，紧急送医，目前已经出院，长期休困。另外2个人，一名外籍人士也疑似昏针，而且血压低、心跳紧，已经转去厝，状况稳定。另外一名47岁男性，住院了后有淡薄仔喘，想要吐，去病院检查，拢正常，已经转去。那当然有在慢性病不稳定的哈，当然是先停止哈，先不要去打疫苗。那第二个，请大家也不用说太紧张了哈，打针本身几乎是没有感觉了。高端疫苗全台开始做，台北中街病院规划伫台北电竞场设置大型疫苗注射站，4个总列，每一个总列10人，现场一摆会当住40人。规划早起下昼半工，各住300人，上关一工会当住600人。一个上午是原则上是预约300个，这1人1支就是没有残疾。台北市总共有251个接种点，3天，那加起来可以到预计大概7万左右。中间病院表示，按照指挥中心规定，只规划3天注射时间，一礼拜2800人会完成注射。另外，16了后新登记也是加选登记高端疫苗大约20万人，会当伫23早起10点到24下昼6点为止有约，预计27到29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4个本土病例，也有2个带病入境。指挥中心表示讲，为着要防止delta他变种病毒伫社区内面传开，会启动5大加强监测方案，针对到高风险族群进行采检，也会验5000个关会者的血清抗体。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国新增加6例，其中本土的有4例，2个查甫，2个查某，拢伫新北市。另外有2个带病入境，一个是20多岁俄罗斯的女性来台湾读册，另外一个是40多岁立陶宛的男性，伊来台湾食头路。这2个人伫检疫期间拢无甲其他的人接触，所以无可能接触者。不过有医师提醒，带病入境去为着delta病毒的个案是愈来愈多，加上伫要开学啊，外籍学生都要等来台湾读册，进入秋冬疫情可能会搁反扩。但是中回应讲，所有入境的人拢会做严格检疫，都是还要居家检疫14天，还要检阴，然后加上7天的自主管理，还是会做很完整的一些管理下，才让外籍生进来哈。为着阻挡 delta 病毒，指挥中心嘛宣布会启动社区加强监测的方案，即是监测阻挡传播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拢总有5个方案。社区的部分8月30开始，各县市合约的诊所会配置家用快筛试剂，提供高风险的民众使用。另外，国内4大国际机场特定高风险的工作人员，为8月30开始，每7天以公费家用快筛检测1届，也有边境进口食品内外包装。另外，废污水的检测会扩大到22大，而且针对4月份至7月份5000个关会人的血清抗体来做检测，而且做分析甲检测。不过，要甲关会血摕来做病毒的检验，外界指期讲恐惊违反医学伦理。这个做法，那会已经送了 IRB 的，就是人体
研究的伦理委员会，那由他们来审视，那通过之后就可以执行。目前疫情的警戒降到第2级，虽然降级毋过无解封，会延长到9月初6。因那指挥官陈时中嘛讲，根据2日疫情的报告，这礼拜双北的疫情已经调降做中度的风险，毋是中高风险。因那教育部发公文，要求老师都要注疫苗，或者是逐礼拜提供一解快筛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陈时中表示，因为目前学生拢还未注疫苗，防疫会较严格，但注射率有到60%，都免逐礼拜做快筛。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咱人有一个武汉肺炎以外，也千万唔通袂记得着非洲猪瘟。咱国内最近查到有对越南来的，而且是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鸦片走私案。虽然讲这寡鸦片拢已经毁掉啊，不过涉嫌走私的越南籍母囝，23裁定受押禁见。不过，伫咧进前已经有鸦片走入去市场啊，地方政府也拢开始进行稽查。若总有找到来路不明的鸦片，拢爱进行化验。警员到卫生局人员入去彰化即厝卖越南自用品的杂货店，因为业者疑似向新北的本地业者进口肉制品，算看卖啊，有10公斤的青猪肉甲其他肉制品。就是这个，跟那一个，对，然后我们要送去检验。花莲警方也接到通报，伫民众的冰箱内发现不少肉制品。每民众表示，这批肉制品只是家己食，无加工，也是流入市场。汤圆也针对越南杂货业者买2000猪肉进货来源。另外，南投警方是伫一名30多岁姓李的查甫人厝内，找到8公斤的越南肉酥。是他跟他妈妈联系，对，那妈妈在越南直接跟那边的越南的厂商订货，厂商直接订货嘛，对不对？查甫人讲是越南的丈姆寄回来，伊就放伫网络卖。也要进一步的化验，敢是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刑事局所查获的越南走私鸦片已经销毁71公斤的问题鸦片。涉嫌走私的母仔囝23已经羁押禁见，检警积极追查流向。已经清查了300多个处所啊，那在这一些处所里面，我们总共有发现了有6件。像他们进来的是现成的，对，而我们是猪是台湾现杀的啊，对，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非洲猪瘟走私鸦片流入台湾，未少店家打出猪肉来源，希望消费者安心。学界业者烦恼，部分杂货业者也兼卖猪肉，影响可能渐渐扩大。警方表示，将加强查缉甲速度，有计追查1000外的厂商，将问题鸦片追回销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唔但有人走私品种了，甚至对越南偷渡有这个非洲猪瘟病毒的鸦片入来。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桃园视察航空包裹过电工机的检验情形，面对着海关种种的突袭表现，苏贞昌也要求关务署着爱好好检讨。已经逐步在跟业者协商，这个不要协商啊，不然你也跟走私业者协商好了啦。这个月2日有一批超过71公斤，而且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越南猪肉制品去互查到，差一点就入到市面。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到桃园视察航空包裹过电工机的检查情形，针对这批走私鸦片无互随查出来，而且一间报关业者已经违规41届，还佫无启用废止营业。苏贞昌面上严肃要求关务署爱好好检讨。他知道，因为很忙，因为要快速，因为他违规。无所谓，缴了罚款，照样又来，你照样给他并带，你们没有想出方法，对守法的跟对违规的是不同的，那当然违规啊，被抓到是运气不好啊。依照我报关法，应该是要废止他的营业登记。就是应该可以处罚他了，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处分。关务署表示，因过鸦片走私拢藏伫咧包裹内面过海关，地区过电工机无都看甲真清楚，这是内部爱改进的部分。苏贞昌也提醒互一单位实体业者一直上工上芳，政府单位也着爱变巧，而且边境为着要阻挡疫情，管制工作量变真济。苏贞昌也当着答应会提供支援。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环保署也针对着全台湾676间油品市场进行稽查，也提醒民众，若准有来路不明的鸦片，或者是无煮过青猪肉加猪肉制品，爱拼喷扫车，唔通拼喷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咧今年4月，台铁道路交通强号发生败马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运安会伫今日公布事故资料报告，讲台铁有6大欠点，甚至违规互工程车入去工地施工，才会造成这站的意外。而且火车的司机员看到连落来工程车，到弄到这段时间只有7秒会当反应。运安会说明，伫德鲁固自强号事故发生进前，4月初2早起9点13分，违规入去工地施工的货车，因为车的电池无电，熄火了后就无法度搁发动，所以停伫施工的便道一直溜落去。工地主任李继祥要求移工甲怪手驶过来，李继祥用吊带一头绑怪手，一头绑货车，刷落来换伊驶怪手，想要甲货车救起来，毋过无成功。货车全安尼落伫铁基路顶，刷落来德鲁固自强号，伫9点28分27秒的时阵，驶出河人磅空。移工徛伫铁基路边，甲火车摇手。9点28分34秒的时阵，德鲁固自强号弄到这架货车。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移工有在挥手，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已经出了隧道，河人隧道，那么在往这个接近清水隧道路上，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这样计算起来，大约是剩下7秒钟，剩下7秒钟，也就是到这个货车呢这边要碰撞上这个跟火车碰撞的。根据运安会调查，德鲁固自强号伫事故发生进前的时速是126公里，司机员有看到铁基路顶悬的货车，有持续试喇叭，嘛有扭动啊，毋过已经袂赴啊。代志发生的迄天是代替下令停工的清明连续假期，毋过除了工地主任甲移工，边仔还佫有4个施工的人员，真明显是违规无停工。运安会认为讲，代替工地管理有6个问题，除了非法移工、非法施工，工地无出入的管理。无鞭炮防护的措施，驶怪手的人员嘛无证照。也若伫代志发生进前，原本有派人24点钟伫遐顾，毋过厂商煞以工程过一段路为理由，就无派人伫遐顾。致使代志发生的迄一天，无人通好做紧急通报。运安会调查还佫发现讲，其实年初就发生2届工程车伫迄个鞭炮出落的记录。在今年的1月份，它有2次的预拌水泥土的混凝土的车子。它滑落同样的一个位置，那第一次呢是这个混凝土的司机呢是自行脱困，第2次呢是由这个工地主任，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本案的这个工地主任呢，他使用钢索从后面把这个预拌混凝土车拉出来。根据运安会访谈的资料显示，李继祥讲，今年1月份有发生2届阿摩车落落铁基路同款的所在，所以伊伫火车顶有放吊带有味。运安会表示，后续会综合所有收集的事实资料，做完整的分析，而且向交通部甲代替建议，按算明年4月份会有完整的调查报告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运安会公布代替德鲁固自强号败马事故调查，有一寡罹难者家属代表也去到现场了解报告内容。就家属表示讲，感谢运安会详细报告，甚至因也批评讲代替有一大堆爱改进的欠点，就算已经讲出来啊，啥人会当来要求代替改善的。妹妹甲4岁查某囝2位亲人伫泰鲁阁事故中不幸罹难，陈先生忍着心痛出席运安会的说明会。罹难者家属表示，虽然运安会调查找出更加侪事实，也毋过也是有真侪疑点有待厘清。从刚刚的调查报告中，我看到9点27分吊带就已经脱离了。那只见这个移工阿好在铁道旁边有做挥手示意的动作。那我想请问李义祥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我想请问一下，他此时此刻在做什么？他努力的什么？罹难者家属组成的自救会泰鲁阁的目屎，佮佮表示，代替善后无同理心，甚至也甲家属讲，李辈爱去借钱利息真悬。自救会律师批评，过去代替普悠玛事故，运安会也做调查，也毋过代替无改善，佮发生泰鲁阁事故。显然，交通部甲代替拢无法度落实解决。从权责上面看得出来，运安会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于台铁有实质上的要求的，因为他跟他之间没有上下隶属关系。那他对于交通部也没有办法要求。为了防止异物入侵嘛，第一个部分当然先盘点铁公路邻近的这个处所，那目前大概盘点有67处了，那这个67处基本上都会设置永久性的阻隔设施。
铁道局是发布声明，将详细检视云南会所公布事实资料，若有新事情，将重新检讨相关人员所需责任。代替强调5月起已经颁布临轨工程施工安全管制规定，并且保全来落实工地监理。另外，也检视全线高风险工地优先建置防护装置。记者综合报道。带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个本土病例，拢伫咧新北市。不过新北市近期宣布讲要放零限制，包含篮球场、公园拢会来开放。另外，最近有真侪民众开始到餐厅用餐咯。不过带做伙的人，若准做伙去食饭，敢爱采价帮咧？伫咧新北市加台中市也是爱采价帮，不过高雄市率先开放。23国内增加4例本土确诊，全部拢伫新北市，其中2例来自工作场所的感染，另外2例感染源爱去调查。对查行踪，一路控诉控制捌坐火车去花莲，染患和朋友传染，得继续疫调。一路控诉伊是连续5天长时间伫健身房，也捌去过棒球真侪点头，毋过也因为疫情转好，新北市宣布搁放零部分活动，包含篮球场甲公园的体健设施。公园凉亭、体健设施，还有浮潜等水域游憩活动，因为疫情控制稳定，我们适度的在8月24号采取开放。儿童游具的部分呢，比较会容易发生群聚的部分呢，那也要配合我们整个防疫的情况，以及呢配合学校的整个游具的开放呢，我们持续的滚动式的检讨。那目前呢还是维持不开放的情况。新北市开放篮球场，毋过有但书，无落实防疫规定，就取消开放半个月。公园内底儿童游具暂时也无开放，海泳、畅水受条件开放，有约制爱搁降在50%，然后确诊者爱停业3天。对共大亲人出外食饭的限制，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未放零相关规定。台中市长罗秀燕也认为，台中市无放零的本钱。台中市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即使家人外出内用的时候呢，那也希望能够保持社交距离，那或者是要有隔板那也不希望大家共餐共锅。在同住亲友可在餐厅开放免用隔板用餐的这个部分，如果遇到查核，也应该要配合举证。因为北部也有不明感染源，高雄市长陈其迈23指出，在高雄市餐厅内底食饭都要用假帮，按若无会处罚。卫生局了后补充开放共大亲友食饭免假帮，强调平常伫餐厅营业场所爱落实实名制，尤其离开食饭的所在，一定爱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台北市是无增加本土病例，市长郭文哲宣布讲，9月初一开学以实体上课为主，若准穿防疫甲的人会当踮伫咧厝内看现场上课的影像。若准这个班级内面有1个人确诊，全班拢爱停课14天。另外，讲到放假地馆也主动公布防疫规范咯，因是希望讲会当允准因提早来开店。不过，市政府表示，目前中央政府是还未开放8大行业来恢复营业。喷酒精消毒道面，遥控器甲碰椅拢会上细切，放假地设要拼复业。防疫讲是比法令更加严格，未来按符也标黄卡才能入去。客人一定要有第1剂的打疫苗的卡，我们都有打1剂的疫苗才能上班。172间地设，互台北市政府立管，为5月13开始暂停营业，到即马，台北市要一个辅导企图污名化。我目前有朝着一些示范店家的一个建立，来作为大家互相的观摩跟学习，一定是到中央对于8大有开放之后，我们才有副业的问题。台北市23无增加本土病例，5月疫情爆发以来第4摆家庭疫情转好，台北市府也开放客诉中心，每点钟巡逻清消，减少出入口用煤灰做专程挂喙罨，禁止食物件。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宣布9月7日如期开学，以实体上课为主，清防一届学生用伫厝内底线顶学习。未来只要班上有1人确诊，全班停课14天；2个师生确诊，全校停课14天。同一班停课，你知道这个比较确定了一个学校2个以上确诊要全校停课，这个我们是到时候会看状况再决定，因为刚才讲过，学校有大有小。
那疫情升到3级警戒，马上停课，用远距线顶课程甲高中小公布课程。那2点5级，学生采取分组，每礼拜轮流到学校上课，休息时以日为单位轮流到校。台北市将有1点3万的外籍生入境台湾，以后要做好边境管制，唔通造成空碰。假使停课12岁以下学生囡仔居家隔离，要有大人陪带防疫旅馆，逐工会向中央领1000块补贴。防疫旅馆的费用由市府提供。记者综合报道。美丽华高尔夫球场的员工罢工到今已经是第105天了。员工有2届对新北市的南口行到总统府头前陈情，却拢无得到回应。今仔日是去到遐第3届要来抗议，不过这回员工有炸红色油漆，警方也发现讲抗议者想要破拆，就赶紧去阻止，现场过涂骹是乱糟糟。工会表示讲，因是台湾罢工上届久的工人，却拢无得到政府的重视。那我们今天美丽华的工人来到总统府前面，我们先请所有人坐下。20位工人甲相关者用所有白做伙，搁炸红色油漆到总统府头前广场坐涂骹。警方发觉工会人员正拍开油漆罐，马上向前来压制油漆顺势泼出来。警方甲抗议者的衫拢捌着油漆，点啊角落也染着鲜艳的红色。带头的美丽华企业工会顾问叶锦如等人，因为违反执休法，被警方带回侦办。他们有违反这个妨碍公务的部分，还有这个攻击警方可能涉嫌伤害，甚至这个集会游行法因为未经申准，所以有违反集会游行法的部分。警方还是呼吁不要有这个违法违纪的这个情况。警方呼吁工会唔通有脱税行为，不过工会强调，因也是不得已，因为美丽华高尔夫球场4月初宣布企业分割，一间球场拆成一间母公司甲3间子公司。工会理事长黄文正等8人无被留用，工会正做被瓦解，5月11发动罢工，不过无拄好拄到本土疫情爆发，无人关注。虽然工人分别伫5月20甲7月初92摆为南口考行到总统府。真情依然无得到回答，再起之后第3摆加上开刀。我们非常遗憾，今天我们是第3次来到总统府。加上美丽华珠峰伫劳资争议期间得到体育署300多万纾困补助，工会就将目标指向蔡政府批评政府，宣承诺爱好好照顾中高龄就业者。煞放进企业解雇球场内底积极参加工会运作中高龄工人，佮继续诉求企业并购法应该修法，唔通佮正做自强劳工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823炮战第63周年，面对着中国威胁，总统蔡英文今仔下晡也去视察飞弹部队，甲军品生产工厂，表示自我防卫的力量甲决心。另外，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也去到新加坡甲越南访问，希望会当强化印太战略。今仔日贺锦丽也甲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会谈，李显龙强调讲，两国之间是同伴关系。演奏美国国歌，新加坡以隆重的军礼欢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任了后头一届来拜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嘛甲贺锦丽会谈，针对新冠疫情、阿富汗撤军等等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Singapore's approach to managing the pandemic has been commendable, but we all must do more to not only end the current pandemic, but to invest in what we know will be more. Would like to offer to the U.S. the use of the RSAF's, Republic of Singapore Air Forces, Airbus 330 multi-role tanker and transporter aircraft in order to help with the airlift. 各界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了后，会甲主管划去强化印太战略对抗中国。贺锦丽即届访问新加坡甲越南，寻求盟邦支持的气味是真重。虽然李显龙以实际行动向贺锦丽表达善意。不过，新加坡一向伫咧国际强权之间是保持中立，后手的态度也搁观察。另外，咱国的防卫力量嘛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变数，尤其是中国头一波可能会以导弹来侵犯台湾，咱国的防空力量更加是关键。总统蔡英文伫咧823炮战63周年的这一天，下晡去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视导发射区的平台，也搁去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视察。尤其9月份特别举行的汉光实兵演练，蔡英文要求讲，要以上好的表现，让世界看到咱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823的经验告诉我们，
当敌人压境，当敌军压境，团结一心才能保家卫国。单凭一党一派是没有办法抵御外侮。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蔡英文顺势飞弹部队甲军品生产工厂，除了展现自我防卫的能量，嘛有呼应美国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气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自从阿富汗去互塔利班掌控了后，因的社会就一直袂平静。23早起，伫喀布尔机场阁发生枪战，造成1个人死亡，3人受伤。另外，美国也调18台民航机协助撤离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希望伫月底进行，就要全部撤离，也会甲塔利班讨论要扩大机场安全区的范围。当美军甲联军无用伫撤离的时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当地时间23早起，却传出有人开枪。德国联邦国防军伫推特证实，美军、德军甲不明的武装团体相战，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3人受伤。另外，伫撤离的过程当中，一个阿富汗有心的负责人，坐美军的运输机要飞去德国的时阵，伫飞龙机顶生产，加载到德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了后，母仔2个人是拢真平安。从8月14以来，美军联合其他的国家已经协助撤离28000多人。也若31，也就是拜登设的撤军期限就要到啊。不过，目前伫阿富汗境内，还佫有济民众伫机场咧等待。We've discussed a lot with the Taliban. They've been cooperative in extending some of the perimeter. 美国历史上第3届定调民航机，计共有18架飞行机协助撤侨。拜登表示，伫这36点钟以来，就撤离差不多11000人。目前当地甲塔利班沟通，希望会当扩大机场的安全区。另外一方面，因为机场一直来济人阵，嘛烦恼会成做伊斯兰极端组织下手的目标。即马美军的神经是加了真严。This is the greatest humiliation I've ever seen. Biden's botched exit in Afghanistan is the most astonishing display of gross incompetence by a nation's leader, perhaps at any time that anybody's ever seen. 虽然美军撤离阿富汗，引起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是伫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讲定的。不过，即马川普所批评拜登撤离的方式，根本就是直接投降。英国推动英美联军进驻阿富汗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尼，嘛讲即届撤离的行动是一个悲剧，而且嘛无必要。甚至佫有可能互中国甲罗西亚有利头通创，增加伫咧中亚影响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首都了后，民众生活也出现真大变化。亲像银行关起来领无钱，钱变无买无物件，国际汇款业务也拢暂停，经济乱糟糟，民众是歹过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路出现真侪武装检查哨。妇女全拢穿着长毛衫才敢出门。塔利班接管1礼拜了后，喀布尔人民想要恢复正常生活，也毋过面临真大的挑战。当地货币阿富汗元对美金继续贬值，物价已经起真两成，面粉一袋起到大约代票650块，饭店的生意真歹做。زبان اینجا بسیار کاروبارم خوب بود. روزی 15 ساعت 2000 کار میکردم. حالا که طالبان آمده روزی 100 روپیه 150 روپیه میشه که پیسه یکم نمیاد. خدا کنه که پس وضعیت مثل همین سابق شود. امنیت بسیار خوب شد اما 喀布尔传统市场有人潮也伫个，也毋过消费力缩减，真侪家公务员已经几啊个月无领到薪水，也有真侪人失业，厝税甲食饭拢有问题。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以来，所有银行甲主要货币市场拢关起来，存款领袂出来，金手指卖袂出去，大约占当年 GDP 4%的海外汇款。因为美国金融服务公司西联办公室关起来暂停营业，西方援助因为政局无确定，拢暂停援助。国际货币基金提供4.5亿美金的贷款甲特别提款权 SDR 也无法度处理。世界银行数十个援助计划动向不明。阿富汗政府所持有90亿美金外汇存底甲黄金铸币，拢欠伫海外，其中大多数是由美国联准会持有佮冻结。塔利班无法度动用，也毋过塔利班的金流自过去导致全球金融体制外运作，主要来源是卖毒、敲诈、绑架讨钱、非法采矿、盗卖古文物、甲征税等等。要安怎应应当前困境，真受外界关注。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伫咧美国嘅田纳西州大水河造成水灾，目前上无有22个人死亡，有90个人失踪。另外，伫美国东花自治有一个热带风暴登陆，造成14万户失电。田纳西州创纪录雨量冲过车路，通讯设备害去，厝被强大水力也冲倒，车也保袂牢，有人不幸死亡。其中一对双生啊，把扑咧缩雨水加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恐惊会阁增加。二日下晡，麦克伊文镇无到24小时就落430毫米的雨量，维佛利市也有380毫米。It's a total loss. We have about 6 feet of water inside the restaurant. All the equipment, everything has been destroyed, flipped over, washed out.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田纳西州部分地区拢有创纪录大雨，亲像休斯顿、亨佛瑞、迪克森甲西克曼等，敢若是2早起的落雨量都已经非常接近当地一年落雨量总量的1/4。伫美国东花原本是一级大风台，毋过已经减弱的热带风暴亨利，伫美东时间2日伫罗德岛登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沿海大部分地区停电，康乃狄克州居民被迫撤离，纽泽西州数十个驾驶人是受困。纽约市的落雨量是创下纪录，中央公园之一暗时10点到11点，落49毫米的雨量是有史以来1点钟落雨量上济，为纽泽西州往北一直到缅因州等范围有差不多14万户停电。I am a little surprised with this tropical storm, Henry. It came really quick. It came quick and passed. I'm really surprised at how sunny it is right now. 伫亨利接近进前，总统拜登先宣布纽约州紧急状态，各事件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州恐惊数十万人受影响，要求民众准备好物资。佮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部署援助。根据美国国防中心的资料，亨利伫经过康乃狄克州的时阵，上大的风速已经减到每点钟80公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最近有发现到一只渔船啊，伫咧走私品种鸟，检察官认定讲船长安冷气就是准备好势要来走私动物的，落尾是由这个船长是6万块交保。这款鸟照规定就是爱安乐死，却引起正人的争议。不过，就专家认为讲，唔是正常管道入来动物，恐惊拢有传染病，甚至可能会甲武汉肺炎炸起来。所以你花了多少钱送这些师傅回来啊？现在。李无仔无愿意回答问题，伊是涉嫌走私鸟仔的顺发886号渔船卸任的船长。顶礼拜日，检察官去船长检查了后，船长向医生提检视精神，而且发现讲船长有安心的冷气，怀疑讲船长早就知影要走私。有发现猫只均在一个特别打造的密仓里，来规避安检。动物数量庞大，成本昂贵，目前不排除有不法集团幕后操控。顺发886号渔船，去年4月就去封查到走私粉。检方证实了后，认定卸任的船长涉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佮有走私等等的罪嫌，可以用6万块交保候团。一寡走私的鸟仔防安乐死引起争议，政府讲要守法。不过学者是认为讲，无经过合法的定数入境的鸟仔甲狗仔，拢有传染病风险。除了消高病以外，新冠肺炎嘛有可能会传播，支持政府消费的做法。是应该要立即扑杀，否则的话，这些猫呢在进来的时候，它有可能传染这个狂犬病，还有可能传染其他猫的疾病。COVID-19 的一个病毒也可以感染猫，所以它也有机会传染这个所谓武汉肺炎这种病。目前在国际上普遍面对走私、非法输入的动物，都是予以销毁，包括进步的美国、欧美、日本等等都是这个情形。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表示，先进的国家对走私的狗仔甲猫仔做法嘛拢是安乐死，只是因为考虑到人道，也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有其他的办法。不过，毛学者伫咧面册刊文表示，认为政府守法的方向无应该是开放认养走私的狗仔甲猫仔，因为即寡走私的源头，大部分拢是无执照犯法的犯事场，若是守法开放。恐惊会互台湾变成疫区的风险，应该是对加重处罚走私来修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虐待动物的案件是接着发生，不过咱全台湾只有200多位动检员，说是无法度随时来处理相关的案件。着立委甲动保团体做伙召开记者会，认为政府要有动保警察来防止虐待动物这款的悲剧一再发生。
这只猫的面规个是烫伤的痕迹，脚只片顶悬嘛有几个空喙，还佫长伫个老血。新北市动保处顶礼拜27暗接到通报了后，甲警察赶去泸州一个人家厝，查到一个姓李的主人，甲伊饲的猫仔泼烧水。这只猫仔烫伤是真严重，尾手主人去用医送法办。毋过有动保团体就讲，伫其他的县市，捌伫拜六礼拜的时阵，找无动保处的人员，甲警察报案，煞袂当随处理，相关的证据真有可能都安尼无去。警察也是跟我们回应说，需要等到动保上班之后才能来处理。那我们等到礼拜一之后，大家可以想到，这现场其实很多的证据都已经不见了。早起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协助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应该成立专职的动保警察。若无动保团体，就算想要做正义的代志，因为无公权力，尾手煞公亲变事主去互告。是必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做原本应该是政府才能够做的事情，去做搜证，去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被告。现在接到相关检举的民众党台北市党部，认为虐待动物甲家暴的案件同款，拢是甲时间伫招标。除了爱有动保警察，应该比较时讯119的模式，虐待动物的案件嘛会当时讯报案。所以透过一个视讯119，就是动保119的一个视讯传递管道，起码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效的能够保存证据。立委蔡碧如指出，最近这3年虐待动物的案件有6462件，不过定罪比例敢若有2.5%是真低。目前全台湾的动检员差不多是200个人，每一年差不多爱负责25万件的案件，卡手是严重无够，所以甲动保团体各一届出面要求会当推动动保警察的制度，减轻基层警察的负担，嘛才会当伫第一时间来阻挡虐待动物的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运安会第23公布代替德鲁固自强号败马事故调查报告，也发现到工程车连入去进前已经出问题，掉伫半路，而且伊是硬要入去工地，才会连入去山径，造成害死遐尼侪人的意外。工地主人李义雄用吊带甲吊车货车绑掉的，另一边挂起去怪手，想要甲车拖走。运安会23向外界说明，今年4月初2代替苏控8号塔洛克列车败马事件调查报告的事实资料，讲造成事故的货车伫出发到工地进前就吊车过一摆。但是他一早上要出勤之前，他就发现他大货车呢无法发动。那么机电厂呢帮他接电呢，但是告诉他说这个电瓶呢其实状况已经不好。那一般都是说要换电瓶，但是他当天没有马上换。大货车伫工地现场，搁一摆吊车，李义雄用吊带救车接电，却因为吊带漏气，规台货车为正边后链出落去山坡，车柄伫铁轨路，所落来列车为出后前崩坑到弄着货车，敢若有7秒钟未复反应。运安会阁讲，过去伫同一个所在，别台车辆嘛捌吊车。在今年的1月份，他有2次的预拌水泥土的混凝土的车子，它滑落同样的一个位置，2次滑动之后呢，它就在那个地方用2个交通追射，然后再拉一条警示旗。安全单位捌提出伫遮设护栏的建议，不过代替甲包商毋是无回应，就是讲无变的预算。另外，罹难者家属嘛现身记者会，针对前几天媒体报道，运安会讲这层意外运气是真无好，工地主任李义雄伫迄时有努力过等等言论是真不满，嘛要求行政院长出来面对家属。9点27分，吊带就已经脱离了。那只见这个移工阿豪在铁道旁边有做挥手示意的动作。那我想请问李义祥此时此刻在做什么？运安会讲，这摆报告是根据记录器、访问等等的资料来还原事实，会公开放伫运安会的网站。未来阁会进一步公布分析调查，甲针对代替内部的管理、甲包商的接触等等，提供改善的建议。记者郭不君、谢桂林台北报道。运安会今仔公布代替德鲁固自强号败马意外的报告，这内面当中也发现共有47位罹难者，内面有30个是买客票的。这客票敢通继续买，也是爱做调整的。有专家表示讲，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代替安全管理爱有关。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代替泰鲁阁败马事故造成49人死亡，侪人轻重伤。运安会23公布的事实调查报告，其中罹难旅客，我那城市提客票坐车死亡率比坐票旅客关真多。到底该不该有站票？这是后面的分析都要去探讨，因为你时速130跟时速70、60，那个碰撞跟它刹车的反应的这些时间，
那个风险程度是不一样。这个里面是要有科学的量化的数据出来。高铁也有站票，那台铁这一次站票的确造成罹难的比例很高，那是不是需要要去禁止站票啊？这个有待详细的分析。运安会分析，伤亡集中伫5甲8车，第4车开始明显下降，车损上严重的第8车甲7、8节车厢之间，达到27人死亡上侪；第6车甲6、7车厢之间也有10人死亡，扣除2名罹难司机员，死亡的47位乘客，客票都有30人。泰鲁阁轻车式列车客票策略，今次需要重新调整代替回应，考虑安全甲东部旅客运输服务需求，也需要评估经济。铁道专家是点出，今麦上重要是有关代替安全防护机制。旅客相对它是处于站立的情况，所以它有可能在事故本身的生还者因素上面相对是比较不利的。这么重大的意外是整个铁路风险管理之中不可以被容许的事情。专家分析，代替营运安全管理政策无够，才会致使重大意外发生。客票牵涉安全营运定期第，营运局部客费是解决尖峰时段的旅客坐车需求，敢是需要取消客费有待讨论。不过，伫这进程呼吁代替爱先落实风险管理，提升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调伫咧高雄的桃园山区的民众。虽然讲民众有去到台东买物资啊，不过这个加速甲汽油这款物件也是无够用。市政府协调台东能源公司对台东送155桶的加速上山顶。若讲到交通的部分，目前临时车路特别好啊，若准顺利明仔载完成避难演练了后，2、5就会当通车。20公斤重加速桶一桶，由台东能源公司的员工到3工半上车，3台车155桶加速送去高雄桃园区复兴拉富兰梅山3里。把这个土中瓦斯从台东这一段送到这3个部落。透早出发开5点外钟到位，里面早伫亚加速桶所在咧等，因飞桥冲海去了后，山区居民加速用了，拢只靠搜查。就算台东这边应进出，也因为伤过重，无法度载加速桶汽油这物件。23总算有加速桶用，居民是真欢喜。本来我们很担心的要用木材烧，但现在因为有这个瓦斯桶。可以让我们可以煮饭煮菜，煮菜也是用木材，尤其是大家庭，他们还晚上去赶，干的木头。另外，便当厂通要进展，目前只剩过河这边的涵管要台，也有引导焊接工程。24透早有希望完工，所以去演练2分钟内thiết置便当真车机具，到已经完成紧急避难平台，有个应暂停10台车。若是伤过大的土石流，有希望保全人车机具安全。用一些车辆来实际模拟整个未来，如果遇到土石流紧急爆发冲下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在2分钟之内做相关的一个撤离？公路单位表示，无经过安全演练加细节讨论，未来通车，那一切顺利，2、5就应关制通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洪选黄埔新村是目前台湾保存上界大，而且是上界完整的眷村。高雄市政府嘛甲订立做文化景观，也因为讲伫咧眷村内面4界拢是旧的电火条啊加电线，民意代表甲里长想要争取甲电线做地下化的。不过也有村民认为讲，这款用茶做的电火条啊真特别，应该爱保留掉的。红色铁门、旧厝、甲几排大树，洪选黄埔新村是台湾上早嘛是保存上完整的眷村。不过一支一支旧的电火条徛伫个路边甲巷仔口，看起来乱糟糟。台电提出计划，按算要甲64支电火条地下化。影响层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口这边我们电源引进端的那个开关箱可能，这个体积看起来是比较大我们会跟文化局这边来协调，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当的位置啦。立委23邀请各单位伫现场会勘协调，讨论未来电箱放倒位，4000万经费由台电甲公务局做伙出。不过村民认为，这种柴电火条有贯村历史意义，会当保留。那上面就会有麦克风。那这个喇叭就是在通知所有住在这边的村民的一个重要讯息，所以电线要地下化，
但是电杆要保留一些做在地文化景观的装置艺术。电杆地下化，因为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啦。那至于说这个东西要不要落地或下地，我们是认为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讨论。黄埔新村推广以住代号，已经有45户经营民宿、餐厅等等。后个月搁增加22户，大门口主要道路的工程，按算年底会成完工。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伫咧嘉义县的阿里山造作文化园区的原住民剧团，进前因为疫情关系无收入，团员拢爱去卖水饺加葱仔饼来补贴收入。不过，因对自2010年开始表演到今，已经表演超过1万场嘛。剧团的团员表示，这唔但代表园区受到游客肯定，嘛代表原住民伫遮拍拼学习的成果。来看原住民剧团表演的民众，对应声来拍谱啊！嘉义县阿里山造作文化园区的剧团，当咧进行因为2010年到今的第1万场演出。他们不是只是为了来挥挥衣袖，这些孩子知道他们的文化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一个动态肢体语言来把文化传递出去。进步很多呢，很敬业啊！你看啊，而且很有那个分享的概念。这个毛达诺剧团是嘉义县真有名的表演团队，团员表示，因为第一场伫遮定金，即卖已经第1万场，muốn拿保存家己的文化，嘛代表这个所在培养真侪在地囡仔。在原乡部落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学得了在行销、在销售各方面的知识。这个也可以直接就跟外界做联系。进前因为疫情无收入，团员搁爱兼卖水饺、葱仔饼。有条件解封了后，会当继续表演。因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让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伫咧2018年，甲顽皮世界借4只水豚来生团，伫咧年底就生囝咯。到今水豚已经拖到第3代，咱赶紧来看这个古水的动物。这2只就要满月水猪仔囝，我伫咧因妈妈的分尸边咧休困，因为7月31天，因伫咧家当树仔卡生出来，所以保育员就暂时叫因家家甲当当。母性非常好，所以都自己会喝奶，而且水豚小朋友在第2天就可以吃草了。哦，这么快？他们非常厉害。哦。他还是会喝奶，只是他们已经可以开始跟着妈妈吃一些过期食物。嫩草之类的吗？还是？对，就是妈妈咬什么，他就跟着去咬。家家甲当当的妈妈是2018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台湾皮世界借来繁殖的4只水猪内底，水猪仔公阿比甲水猪仔母阿卡的查某囝，叫做妹妹。妹妹大汉了后，煞去甲水猪仔公君君，甲另外1只马来蜜，共同使用户外活动的空间来生活。保育员今年2月份的时阵发现讲，妹妹甲君君有交配的行为。一开始妹妹会凶他，但后来2只就感情很好。那因为水豚它们繁殖的时候，其实会要有水。可以就是有水池的状况下，他们会比较好交配。那因为我们的展场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水池，所以他们其实找到交配地点其实还蛮多的。保育员讲，妹妹甲其他的水猪同款，看起来是真稳定，不过其实是真够紧张。变若一个紧张，就会规分数硬硬的，袂顶袂动。不过伊成做老母了后，因厝边迄只马来蜜，若是放闲，想要挖过看水猪仔囝，妹妹就会大声叫，而且带伊的水猪仔囝赶紧离开。虽然目前还无法度确定这2只水猪仔囝的性别，不过为着避免未来近亲繁殖生团，会甲这2只水猪仔囝刷去别个电视场，或者是甲原片世界交换水猪来繁殖。记者综合报道。大约有200名环保团体成员，因要求英国政府就要赶紧行动，放弃所有的制造污染的工业。另外，伫高陵兰也出现讲，将来唔捌落雨山头，伫顶礼拜竟然落雨啊！这显示讲气候变迁的严重性。为研究高陵兰甲北极圈内冰层受气候变迁影响，科学家伫1989年伫相关的所在设研究基地高峰野区。有关高陵兰的雨量记录甲分析，是为1950年就开始。This past week, at the summit of Greenland, which is about 10,500 feet, about 3,200 meters, it's at about 72.5 degrees latitude north. It rained for several hours at the station,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s been experienced before.
研究人员指出，因高算敢若是8月14到16这几天，格陵兰全境承受的雨水量都有70亿吨，创下1950年有记录以来上济水量。其中，强要无落过雨的高峰野区也出现几啊点钟的落雨现象。It hasn't rained there in the pas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it never gets above freezing. At that latitude, that close to the pole, at that altitude, it's cold even in the summertime. 科学家指出，确实中期纬度亚热带或者是热带气温升悬1-2度无要紧，啊，毋过毋捌悬过冰点的格陵兰，温度小可升悬，过悬过0度，一定会互冰山扬起，加速全球海平面上升。对气候变迁议题，跨国团体抗议活动一向未手软。今年共款，依照数百年来伫伦敦市政厅抗争的传统，差不多200个环保团体成员。伫市政厅大楼有布条甲标语，要求英国国级政府加速放弃所会造成污染的工业。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中央大学的北极探索队伫今年7月底成功去到北极圈进行学术研究，顺利伫咧当地放40粒地动机和8粒的海洋浮球。这是咱台湾头一届以研究团队模式参加北极圈的相关研究。工作船行向北极圈海域准备观测，研究团队搁伫北极圈放台湾第一粒地震仪，要掌握更较侪科研资讯。这是中央大学北极探索队所参加的陆海联合跨领域整合性研究。冰川是在退却当中，这10年来退却的最多有到2到3公里。我们可以去每年去做监测冰川厚度多厚、冰的裂隙跟温度的关系。那再加上比如海洋浮球地质的调查，从大气、地震、冰震、海洋的水流，基本上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想要伫极地做研究过程无简单，团队到挪威了后，先隔20天，各做4摆批下检测，11才到人希尔城，陆续完成海上浮标测试，抗地震仪，率去坐船去极地工作站对冰河地形、地质领域探查。很像打雷那种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冰震。我们每走差不多10几分钟、20几分钟就有一个很大的声响，这其实变成是非常非常的频繁。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台湾可能不是那么明确感受到，到了当地之后，气候变迁造成他们的生活其实有一些变化。现在永冻土开始融化了，他们很多房子基本上都要重建了。气候变迁的影响为冰川引起正前行就知影，研究团队放40粒地震仪甲8粒海洋浮球。当地也有2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岩层，就展开无人机空中摄影甲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会伫11月发表，这是台湾第一摆以团队模式参加相关的跨领域研究，为台湾科研更进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